大家好啊！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預防守門員手踭過度伸展嘅 taping，希望有助守門員預防相關情況同埋舒緩痛楚。喺比賽入邊，守門員有時候會因為單手格擋球速比較快嘅射球而造成手踭過度伸展，呢種過度伸展會造成巨大痛楚，影響守門員發揮。首先，我哋喺手臂同前臂各黐一個圈，跟住由手臂內側黐到前臂外側，再黐一條相反嘅形成交叉，再喺中間黐一條，跟住再黐多個交叉，最後喺原先手臂同前臂嘅位置黐多個圈固定就完成。今日有關守門員手踭 taping 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